必要生活，直到永遠。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心靈同在。恭讀聖路加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向群眾講論天主的國，並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療的人。天將要黑的時候，那12人前來對耶穌說：請遣散群眾，叫他們到附近的村莊田舍去投宿覓食，因為我們這裏是荒野。耶穌卻向他們說：你們給他們食物吧。他們回答說：我們只有5個餅和2條魚，除非我們親自去給這些人購買食物。原來男人已有大約5000人。耶穌於是對自己的門徒說：叫眾人分組坐下，約50人一組。門徒就照樣做了，叫眾人坐下。耶穌於是拿起那5個餅和2條魚，望天祝福，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擺在群眾前。眾人吃了，也都飽了。他們把所剩下的碎塊收集了12塊。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各位親愛兄弟姊妹，大家好。今日我哋慶祝基督聖體聖血節，喺度先向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你準備一餐美頓嘅餐，你會準備啲乜嘢或者食咩咧？會唔會食揚州炒飯姜葱龍蝦啦，或者牛肉啦但係你有冇諗過，如果準備只係麵包同埋酒或者2條魚，而今日喺讀經入邊創世記，多位至高嘅天主聖嘅司祭同埋君王麥基洗德咧，就用咗酒同埋餅去祝福亞巴郎。而讀經入邊，聖保祿喺格林多人前書，佢敘述咗耶穌喺最後晚餐就祝謝咗個餅同埋酒。而福音入邊咧，耶穌用咗5個餅同埋2條魚，就餵飽咗5000人。咁其實喺新約同舊約入邊咧，餅同酒都經常出現咗，一定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喺度。我哋先講下福音入邊啦。我講述耶穌嘅真餅奇蹟，佢唔單單係一個奇蹟，而係一個預象，就係耶穌即將建立聖體聖事嘅預象。你有冇留意到耶穌喺做啲奇蹟之前，佢做過咩動作咧？望天、祝謝同埋擘開。呢一個動作，我哋幾時見過啊？最後晚餐先耶穌祝謝咗，擘開跟住交俾門徒。咁喺嗰陣時咧，佢就將呢個餅同埋酒係變成佢自己嘅身體同埋血。佢都同佢嘅門徒講：你哋要這樣做嚟紀念我。咁當然啦，我哋朋友話
我哋喺彌撒之中咧，亦都睇到呢一個動作，就係神父喺祭台上面祝謝望天擘開，呢個就係我哋聖體聖血嘅神蹟，亦都係預象咗聖體奧秘嘅預象。五餅二魚只係一天內發生，佢只係滿足咗呢5000人嘅身體需要，但係聖體聖事咧，就成為我哋永恆嘅生命之糧。我哋唔單止係食咗呢個聖體啦，而我哋食咗耶穌嘅真聖體。而今日喺彌撒之中，我哋祝聖餅同埋酒嗰時咧，問下大家，真係有幾多人覺得真係耶穌嘅身體同埋血咧？咁我哋喺呢一個時間咧，我就諗起一個年輕人，一個青少年。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唔係幾百年前嘅神學家或者係好古代嘅聖師，而係一位近代嘅青少年。佢嘅名就係 Carlo Acutis。咁佢係一個好細年紀嘅，佢細個就好熱愛聖體同埋敬重聖體。佢喺初領聖體嗰時咧，佢就每一日都去參與彌撒，同埋咧佢每日都領聖體。佢堅持喺彌撒之後一定要去做朝拜聖體，好似話今日佢就係去做咁啦。而呢一位年青人咧，佢對電腦都非常有天賦。佢就利用呢一個技能，就做咗一個網站，就記錄咗全世界嘅聖體奇蹟。佢希望幫助更多人認識聖體中耶穌嘅真實嘅臨在，激發起我哋信仰入邊嘅熱誠。呢個係一個好嘅榜樣，證明咗即係喺呢個網絡嘅世界入邊咧，我哋都可以活出我哋嘅聖德生活。咁喺2006年，佢只得15歲，就患咗呢個急性嘅白血病，即係血癌咧就去世。而喺今年4月咧，原本佢係會冊封為聖人嘅，咁就係因為我哋已故嘅教宗咧就啱去世啦，而再推遲咗佢嘅冊封。咁剛剛咧，教廷就定咗喺9月7號，就係佢嘅冊封嘅日期。係佢收集呢個世界嘅奇蹟，而且大話咧都有160個。其實我都有去睇下嘅，其實對我都好有嘅即係學咗好多嘢啊。咁喺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其中一個奇蹟。佢就發生喺1996年喺阿根廷入邊一間聖堂。彌撒之後咧，有人發現一個聖體獻置咗喺一個角落入邊。佢就交俾神父，咁神父咧就將聖體咧擺入一個容器度，擺啲水，咁咧就希望佢喺上面慢慢融化，佢就放咗喺聖體缸入邊。幾日之後，佢打開聖體缸，發現入邊有啲類似血塊嘅物體咧呈現出嚟。10幾日之後咧，更加增多添。佢當時咧就交咗個神父交咗呢一個總主教卡列羅。你睇下記唔記得佢係邊一位？就係浩希活多傑，有冇人識佢啊？呢度方濟各，佢就係我哋已故嘅方濟各教宗。就由佢將呢塊血塊咧交咗俾當時嘅法醫官去驗證佢嘅 DNA。經過20年嘅時間咧，證實血塊入邊係會有一個活人嘅細胞，就係左心房嘅細胞，而入邊。佢嘅血型係 AB 型嘅，亦都發現咧有大量嘅白血球入邊咧係凝聚入邊。咁顯示得咩咧？係話你嗰個心入邊係經過極大嘅創傷而導致呢個情況嘅。咁呢個科學發現就得個答案，就係耶穌真實存在喺聖體入邊。咁其實我自己都有少少研究到160個咧唔同嘅奇蹟。我做咗少少嘅分析，原來有好多時間咧，佢都係有聖體
變成一個血塊，亦都有咧係聖體聖血，一個酒咧係變成咗血嘅。亦都有啲唔同嘅咧，就話喺聖體入邊咧就有耶穌嘅聖容顯出嚟。同埋咧，我哋最近咧喺印度亦都有個證實咗係耶穌會顯嘅。咁其實呢一個所有嘅奇蹟咧，就從呢一位年青人入邊諗到就係佢係想我哋更加對聖體嗰個信靠佢嘅真實性。當我哋領聖體聖血嗰時咧，我哋希望有呢一個咁嘅熱誠喺度。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留下佢嗰個網站啊，嗰個卡路嘅網站。咁除咗呢樣咧，呢位聖人我哋都有啲佢個方俾我哋係學習到嘅。雖然佢年紀細細，佢非常之有聖德。有一次佢行去望彌撒嘅時候，佢經過一個露宿者，咁咧佢就同自己講：我咁細年紀，都10零歲，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佢將佢第一個積蓄就買咗個睡袋送俾呢一個露宿者。當佢出殯嗰時候，差唔多有幾百幾個嘅窮人同埋露宿者咧，去嗰個殯葬嗰度投票嘅。而佢爸爸媽媽都未見過呢啲人，做咗呢一個第一個奇蹟。咁其實你睇到 Blessed Carlo 呢個行為係正正就係今日我哋福音入邊耶穌叫咗門徒去俾食物俾啲人，而門徒同耶穌講：我只係得5個餅2條魚，做咗啲乜嘢咧？原來 Carlo 佢個動作咧，有佢少少嘅認錢，佢嘅愛心咧係做到啲好大嘅奉獻，而耶穌就用呢個真福 Carlo 成為世界嘅祝福。仲有佢以下有幾句説話咧，亦都我覺得係發人心醒嘅。佢講嘅話，佢將聖體放喺心中，就係佢往天堂嘅高速公路。佢又話：當我哋企喺聖體面前咧，我哋已經成聖咗。佢又時常問一個問題，佢話：點解我哋排隊去買演唱會飛我哋去買波飛，條龍會咁長嘅？但係佢永遠見唔到呢條長龍咧，會喺聖體面前嗰度排隊。佢話：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失去咗啲乜嘢嘅話咧，聖堂係每日都會爆滿，入都入唔到去。我哋彌撒之後，即將會進行呢個聖體遊行。我哋都問下大家第一次聖體遊行會幾時咧？有冇人知道啊？咩？20年前。真係你連每個經驗都真係熟得，就係聖母係拜訪伊撒伯爾呢個絕對有可能啦，因為聖母就係帶住耶穌去祝福其他人。我哋呢一個聖體遊行就係好似聖母，因為我哋一陣間會領受耶穌，每一個人都會將耶穌入咗我哋嘅身體。正話我哋講一樣嘢，耶穌嘅血型係 AB 型，係咪 ？AB 型係代表乜嘢？係什麼血佢都能夠接受，無論你係 A plus A minus B plus B minus O，AB 型係完全接受。有一個學者就話：我哋領咗耶穌嘅身體，不單止係我哋領受佢，而係我哋變成耶穌，因為耶穌係會接受晒我哋所有嘅人，連埋佢嘅呢一切。所以我哋喺接受咗耶穌之後咧，我哋就唔係我哋自己單一個，我哋係連同耶穌喺我哋嘅生命之中。當我哋去遊行嗰時候，唔係淨係睇到聖體喺我哋面前嗰度經過，耶穌喺嗰度，我哋朝拜耶穌。我哋每一位都係耶穌，佢入邊同佢結合咗嘅身體，
所以聖教會咧係耶穌嘅整個身體，耶穌係頭。所以一陣間我哋朝拜聖體領聖體嗰時咧，我哋希望你哋每一個人嘅心入邊已經唔同咗嗰樣嘢，就係去跟住耶穌啦，就係、我哋都係耶穌嘅部分，我係聖教會嘅部分，耶穌嘅身體。我哋要將耶穌帶俾其他啲人，就好似聖母咁。我哋點樣帶俾耶穌其他人？就係、用我哋嘅言以行，我哋嘅愛心，我哋嘅忍耐，我哋嘅寬恕，結同耶穌嘅祭獻，交俾我哋身邊嘅人。咁呢個就係聖體有限嘅佢嘅精神所在啦。咁當然啦，當我哋用咗我哋嘅經濟行動之後咧，我哋就祈求聖母媽媽帶領我哋走近耶穌，喺佢聖子入邊，用耶穌嘅身體聖化我哋，就要以言以行咧，將福音嘅好消息咧帶俾全世界。祝願大家。我
睇住個頂。哇！等一陣。Just walk slowly. Walk slowly. Carry sock. Peter.
企兩邊啊，安德格企兩邊。企兩邊啊，企兩邊。繼續行。你入咗去先點樣？你快啲行。我都想，我都想。我翻上去攞就你唔係好似係講，佢哋行晒翻嚟，佢先收隊，佢直翻嚟跟隊。使飯先啦，佢行咗我哋先落。擺低先，擺低先，擺低先，放曬，俾曬。
我家。夜送空打翻頂帽啦，好唔好啊？打翻頂帽啦，係啊，大風吹住個頭啊！冇理佢。我講嘢好錯啦。
的聖事內，留給了我們所得的紀念。我哋幫助我們天水人所的體恤的神聖兒子，為了上上的所以高人的功勞，的萬神為我。